你有冇試過用咗成388蚊去一間望落好高級嘅日式料理或者 omakase， 興高采烈咁夾起一塊色澤鮮豔、油脂分佈得好靚嘅三文魚刺身放入口，心諗呢鋪真係人間美味，值回票價？如果我今日話你知，你啱啱吞落肚嗰塊根本唔係咩來自挪威深海嘅大西洋龜，而係一條喺內地邊境甚至唔知邊度嘅淡水魚塘入面食住人工飼料，通身都係寄生蟲嘅紅魚，你會有咩感覺？你以為自己做緊追求生活品味嘅中產，但其實你只係人哋眼中一隻水魚，用緊高昂嘅價錢買緊一張隨時令你條命送入醫院急症室嘅黑心門票。比呢陣假魚腥味更加臭嘅，係隱藏喺我哋每日飲食背後一條賺到盤滿滿嘅黑心產業鏈。喺呢個海鮮替身大騙局入面，中招嘅絕對唔止三文魚。今日我哋就要一針見血咁踢爆刺身界、海鮮界嘅三大影帝劇本。除咗用魚塘貨冒充深海真嘅紅，仲有食完會令你喺條街道無端端漏油、痛不欲生嘅魷魚，同埋喺全港各大茶餐廳、打邊爐店無處不在，用化學藥水浸到發脹嘅巴沙魚。呢三條假魚究竟點樣一步一步喺瞞天過海嘅同時攞你命兼攞你錢？我哋先由刺身界最無恥嘅影帝紅魚講起。好多人去食日本嘢，最中意點嘅就係三文魚，因為貪佢口感柔潤，性價比高。但係你知唔知，你食緊嘅所謂三文魚，好大機會係喺淡水魚塘養殖嘅紅。呢個騙局最可怕嘅地方，係佢哋竟然將呢份無恥合法化。大家如果記性好，應該會記得喺2018年的時候，內地某個水產協會竟然聯同多間企業出台咗一個所謂嘅團體標準，堂而皇之咁將紅劃歸入三文魚嘅範疇入面。呢個消息喺當年簡直係震撼咗成個飲食界，網民紛紛嘲笑呢個係指鹿為馬嘅現代版。點解商業資本要咁用力去將紅包裝成三文魚？原因得一個，就係暴利。一條正宗嘅挪威大西洋龜，由深海捕撈、低溫急凍、空運過關到最後去到你塊砧板上面，個物流成本同養殖成本高到嚇人。但係紅呢？佢係淡水魚，只要喺內陸求其揾個高原水庫或者人工魚塘，採埋一堆高密度嘅人工飼料，就可以好似工廠流水線咁大量複製。兩者嘅批發成本可以差幾倍甚至10幾倍。當一間黑心餐廳用魚塘貨嘅成本去賣深海魚嘅價錢，嗰個388蚊嘅餐背後嘅利潤超過800%。呢啲唔係叫賺錢，呢個叫搶劫。可能有人會話：哎呀，味道差唔多，仲好食咪得咯，管佢淡水定鹹水。如果你真係咁諗，咁你真係太天真，太低估大自然嘅危險性。深海魚之所以可以做刺身生吞，係因為高鹽度、高水壓嘅海洋環境入面，雖然都有寄生蟲，但呢啲寄生蟲通常冇辦法喺人類呢種恆溫哺乳動物嘅體內長期存活，好多時入到胃酸就被殺死，危險性相對較低。但係淡水魚就完全係第二條數。淡水魚塘嘅水流緩慢，溫度適合寄生蟲繁殖，其中最臭名昭著嘅就係闊節裂頭絛蟲同埋乾吸蟲。試想象一下，當你以為自己好型咁將塊魚塘貨紅刺身沾少少芥末、豉油放入口，你以為芥末可以殺菌殺蟲？呢個係人類歷史上最大嘅飲食誤區。研究一早證實過，芥末同豉油對深藏喺魚肉纖維入面嘅寄生蟲蟲卵、幼蟲根本毫無殺傷力，頂多只能夠辣到你流眼淚。當你吞落肚之後，呢啲淡水寄生蟲嘅幼蟲就會喺你嘅腸道入面孵化，佢哋會用頭部嘅吸盤牢牢咁勾住你嘅腸壁，吸你嘅血，吃你嘅營養。一條闊節裂頭絛蟲喺人體內可以生長到幾米甚至10幾米長，佢可以喺你體內生存幾十年。你想象一下，你幾十歲人個肚入面日日夜夜都有條10米長嘅蟲喺度蠕動，不停生蛋，搞到你貧血、腹瀉、腸梗咗，甚至仲會游走到你嘅肝臟、肺部，甚至大腦。2018年就曾經有過真實案例，
一個20多歲嘅後生仔，因為長期食呢啲平價淡水三文魚刺身，最後因為肚痛求醫，醫生喺佢體內拉出一條長達2米嘅寄生蟲，場面恐怖到連醫護人員都毛骨悚然。咁有啲人就會問，咁我點樣分大西洋龜同熊？黑心商家為咗掩人耳目，手段真係層出不窮。熊本來嘅肉質偏向深紅或者橙紅，同深海三文魚嗰種溫潤嘅粉橙色有少少唔同。但係黑心養殖場一早料到呢一招，佢哋會喺餵飼熊嘅飼料入面惡意添加大量嘅化學合成蝦青素。呢種色素食落魚肚入面，魚肉就會慢慢變成同深海三文魚一模一樣嘅橙紅色，真係呃到連專家用肉眼都未必分得到。不過假嘢始終係假嘢，當你夾起塊魚，仔細觀察佢嘅脂肪線，即係魚肉上面一條條白色嘅橫紋。正宗嘅深海三文魚因為運動量夠，加上要在寒冷海水中生存，積聚嘅脂肪層好厚，好明顯，白色條紋通常比較寬而且清晰。而魚塘養嘅熊，因為游動空間有限，佢嘅脂肪線通常非常之幼，肉質望落比較乾柴。當你擺入口嘅時候，真三文魚係入口即化，滿嘴都係魚油嘅甘香，而熊食落去會覺得比較硬，有種嚼勁，而且最致命嘅係，佢帶有一股揮之不去嘅淡淡草菇味或者泥腥味。下次你再喺一啲百幾蚊任食嘅放題或者平價壽司店見到啲所謂三文魚刺身，就要打醒12分精神，唔好為咗一刻嘅口腹之欲，用自己嘅健康去幫黑心老闆買單。講完刺身界嘅影帝熊，我哋再嚟睇一睇另一條更加令人聞風喪膽，可以令你瞬間社會性死亡嘅海鮮替身魷魚。呢條魚真係唔簡單，佢喺坊間有無數個高貴嘅化名，最常見嘅就係冒充銀鱈魚或者游鱈魚。香港人對銀鱈魚情有獨鍾，貪佢肉質細嫩、油香撲鼻，用嚟香煎或者做西京燒簡直係一流。但係正宗嘅銀鱈魚，好似法國銀鱈魚或者南極鱈魚，產量稀少，價格不菲，喺街市買隨時要過100蚊一小塊。於是黑心商販就將目光投向咗一種生存喺深海、產量極大、成本極低嘅魚類棘鱗蛇，俗稱魷魚。魷魚同鱈魚切成魚扒之後，望落真係有90%相似，一樣係雪白嘅肉質，一樣有深色嘅魚皮。但係呢兩條魚喺本質上有着天壤之別。銀鱈魚嘅油係對人體有益嘅不飽和脂肪酸，含有豐富嘅Omega-3，而魷魚嘅油根本就唔係真正嘅油脂，而係一種叫做蠟脂嘅化學物質。呢個蠟脂係啲咩概念？簡單來講，佢嘅化學結構同工業潤滑油、蠟燭係一模一樣嘅。大自然好神奇，魷魚因為要喺深海控制浮力，所以佢身體入面有超過20%嘅重量都係呢種蠟脂。問題嚟啦，人類嘅消化系統經歷咗幾百萬年嘅進化，我哋嘅胃同腸道入面根本就沒有任何一種可以分解或者消化呢種工業用嘅蠟脂。換句話說，你吞咗幾多魷魚嘅肉落肚，你個胃完全對佢無能為力。呢啲蠟脂會原封不動咁保持着液態潤滑油嘅狀態，一路向下游走，通過你嘅小腸、大腸，最後直達你嘅肛門。如果你不小心食咗黑心餐廳用魷魚假冒嘅銀鱈魚，大約喺食完之後嘅幾個鐘頭到24個鐘頭之內，你人生中最大嘅噩夢就會降臨。因為呢啲蠟脂具有極強嘅潤滑性，而且你嘅括約肌根本無法感知同控制佢哋。你可能只是喺條街導航下，或者喺公司同老細開緊會，又或者只係輕輕咁放個屁，突然之間你會感覺到下半身一陣冰涼。當你衝入洗手間，你會驚恐地發現你嘅底褲已經被一層橙黃色、帶有惡臭而且極難清洗嘅油漬完全浸透。呢個就係飲食界傳說中嘅排油現象。最慘嘅係呢種情況唔係排一次就完，因為那些蠟脂會喺你嘅腸道壁上停留好長一段時間。喺接下來嘅2-3日入面，你基本上只要一放屁、一咳嗽，那些橙色嘅工業油就會源源不斷淡漏出嚟。你必須要連續幾日帶住成人紙尿片先敢出門口。這種身體上嘅折磨同心理上嘅羞恥感，簡直可以將一個成年人徹底逼崩潰。其實喺好多年之前，即係大約2007年的時候，
香港就曾經爆發過一場轟動全港嘅魷魚風波。當時某間大型連鎖超級市場被市民投訴將魷魚標籤為藍鱈魚或者袋鱈魚出售，結果導致全港幾百個市民集體中招，個個喺屋企屙油屙到七彩，醫院急症室一度被這些漏油嘅市民逼爆。事件驚動咗食物安全中心，最後嗰間超市被罰款，而政府亦都出台咗指引，要求商戶必須清晰標明魷魚嘅學名，唔可以再用鱈魚嘅名義嚟呃人。但係2007年嘅教訓並無讓呢條黑心產業鏈徹底消失。時至今日，喺2026年的今時今日，依然有好多無良嘅網購平台、凍肉批發商，甚至係一啲平價嘅西餐廳、工廈 canteen，利用法例嘅灰色地帶，或者恰消費者無常識，繼續用魷魚嚟冒充鱈魚。要分辨魷魚同真鱈魚，其實都有方法。第一，睇價錢。世界上絕對沒有便宜嘅銀鱈魚，如果你見到幾十蚊有一大所謂嘅鱈魚扒，唔使諗，9成9係魷魚。第二，睇外觀。真鱈魚嘅魚皮通常係偏向淺灰色或者灰白色，魚鱗非常之細密，切開嘅魚肉線紋比較凌亂，中間有一條明顯嘅紅線，即係血線。而魷魚嘅魚皮顏色非常之深，通常係深黑色或者網格狀嘅深灰色，魚鱗摸落去好似沙子咁，非常之粗糙，而且切開之後，魷魚嘅肉質紋路非常之清晰，一圈一圈咁，肉質望落好似有一層蠟質嘅光澤。最緊要嘅係睇煎出嚟嘅效果。真鱈魚因為含有大量蛋白質同水分，煎嘅時候會出少少水，肉質會好似蒜飯咁一塊塊自然分離，入口滑嫩。而魷魚一落鑊，因為體內全都是蠟脂，佢會瘋狂咁出油，成個鑊好似開咗油炸鍋咁。煎完之後，塊魚會縮水縮得好犀利，而且食落去口中會有一種好油膩，好似吞緊潤唇膏一樣嘅黏稠感。如果你食到呢種口感，請你即刻吐出嚟，唔好猶豫，否則幾個鐘頭之後，你就要為呢一啖魚付出沉重嘅代價。講完紅同魷魚，最後一條要踢爆嘅海鮮替身，可以話係目前香港餐飲界滲透率最高、最無孔不入嘅偽裝大師巴沙魚。大家對巴沙魚呢個名可能覺得有少少陌生，但如果我講佢喺香港各大餐廳嘅化名，你一定會恍然大悟。去茶餐廳食個粟米斑塊、泰式酸辣魚，或者去打邊爐點嘅脆肉柳、野生龍脷柳，甚至去中菜館食嘅新派酸菜魚、沸騰魚片，裏面用嗰啲無骨無刺，食落去滑溜溜，甚至有少少爽口嘅白色魚片，有90%全部都係巴沙魚。巴沙魚本質上係啲咩？佢其實係一種原產於東南亞湄公河流域嘅淡水魚，學名叫博士巨。呢種魚生命力極強，對水質要求極低，喺污染嚴重、泥沙混濁嘅河道入面一樣可以瘋狂生長。因為佢無咩魚刺，肉質肥厚，而且產量大到驚人，越南等國家建立咗巨大嘅養殖產業鏈，將巴沙魚加工成去皮、去骨嘅急凍魚柳，傾銷到全世界。一條原本生活喺泥濘河道入面，成本幾塊錢一斤嘅低端魚，究竟係點樣搖身一變，成為香港餐廳餐牌上面幾十甚至上百蚊一碟嘅深海石斑塊或者高級龍脷柳？呢個就要歸功於現代食品工業嘅整容術同埋黑心商家的文字遊戲。首先，巴沙魚本身有一股非常強烈嘅淡水魚泥腥味，為咗消除呢股味，同時令到魚肉望落更加雪白，賣相更好，好多加工廠會使用一種類似漂白嘅工序，或者用大量嘅化學添加劑進行醃製，其中最常用嘅就係磷酸鹽。添加磷酸鹽喺食品工業入面雖然係合法嘅，但黑心產業鏈入面嘅用法往往嚴重超標。磷酸鹽有一個特性，就是可以改變魚肉嘅蛋白質結構，令到魚肉細胞可以瘋狂咁吸收水分，就好似一塊乾癟嘅海綿吸滿水一樣。經過去腥、漂白，再用磷酸鹽瘋狂浸泡之後，一塊原本只有8兩重嘅巴沙魚肉，可以吸水吸到變成1斤重。呢個過程喺行內叫做掛冰或者補水。當你喺凍肉店買一包好平嘅魚柳，返到屋企解凍之後，發現流出嚟嘅水多過條魚，塊魚肉仲縮咗水一半，而且摸落去黏糊糊，
無晒彈性，呢個就係被磷酸鹽嚴重浸泡過嘅產物。餐廳最中意用呢種魚，一來便宜到超乎想象，二來因為浸過化學藥水，條魚煮極都唔會老，永遠保持住一種不自然嘅滑嫩同爽口。你去茶餐廳食個粟米斑塊，外面裹上厚厚嘅炸粉，再淋上濃稠嘅粟米羹，入面塊魚其實一啲魚味都冇，你食到嘅純粹係炸粉嘅脆同埋粟米汁嘅味，而入面嗰塊就是連貓隻未必想食嘅化味巴沙魚。黑心商家用這種方式，將成本幾蚊嘅魚當作幾十蚊嘅深海海魚賣俾你，這不是攞你錢是咩？如果只是呃錢都算啦，最重要嘅是長期食用呢種過量添加化學劑、養殖環境惡劣嘅巴沙魚，對身體健康係一個巨大嘅慢性炸彈。湄公河嘅水質污染問題一直受到國際關注，上游工業廢水、農業農藥殘留，全部都流入河道。高密度養殖嘅巴沙魚為咗防止生病，養殖戶會喺水入面投入大量嘅抗生素同埋孔雀石綠等致癌藥物。雖然出口嘅時候有檢驗，但一啲行偏門嘅走私貨或者劣質貨，重金屬超標、抗生素殘留嘅問題屢見不鮮。再加上人體如果攝入過量嘅磷酸鹽，會直接破壞體內嘅鈣磷平衡。醫學研究指出，長期高磷飲食會加速鈣質流失，導致骨質疏鬆。更加嚴重嘅係，過量嘅磷會增加腎臟嘅排泄負擔，久而久之會引發慢性腎功能衰竭，甚至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嘅風險。你以為自己食魚食得好健康，其實你日日都在幫自己個腎加上沉重嘅枷鎖。面對呢個充斥着紅、魷魚、巴沙魚嘅海鮮替身大騙局，我哋普通消費者究竟點樣先可以自救？點樣先可以唔做黑心產業鏈下嘅水魚？首先，我哋必須要克服一個心理弱點，就是貪便宜。古人話齋，便宜莫貪，平嘢冇好，好嘢冇平。當你在市面上，在餐廳餐牌上看到一些遠低於正常市場價格嘅高檔海鮮時，你第一個反應不應該是覺得自己執到寶，而應該是提高警惕，心諗呢條係咪假魚？世界上的商業邏輯好簡單，沒有一個老闆會做蝕本生意。如果他能賣得咁平，背後一定有你睇唔到嘅貓膩。其次，要提升自己對食物原貌嘅認知，盡量減少食那些經過深度加工、去骨去皮，甚至切成片，裹上厚厚麵粉，淋上濃郁醬汁嘅魚類製品。黑心商家最中意用掩眼法，因為魚肉一旦失去了原本嘅外形、皮膚同骨骼，配上調味料之後，普通人單憑味覺是極難分辨其真實身份嘅。去街市買魚，盡量買整條完整、帶有魚頭、魚鱗、內臟嘅活魚或者新鮮冰鮮魚。多花少少時間自己去皮去骨，雖然麻煩，但起碼你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吞落肚嘅是什麼東西。另外，做一個精明嘅消費者，要學會睇食品標籤。依家無論是香港定外地，法例對於包裝食品嘅標籤要求越來越嚴格。當你在超級市場或者凍肉店買魚嘅時候，不要只看包裝正面那些寫得天花亂墜嘅宣傳字眼，好似咩頂級鱈魚柳、美味海魚塊。你要翻到包裝背面，仔細睇佢嘅配料表同埋產品學名。一塊388蚊嘅刺身，如果它是用生命安全換嚟嘅虛榮，咁呢個代價實在是太沉重了。食品安全從來都不是一兩個人嘅事，而是關乎到我們每一個人、我們家人嘅身體健康。希望今日嘅內容可以幫大家擦亮對眼，踢爆這些刺身界、海鮮界嘅影帝劇本。下次當你再面對那些色澤誘人、價格便宜得不合常理嘅海鮮時，希望你腦海中會浮現起今日講過嘅畫面，冷靜落嚟，做一個真正聰明、對自己健康負責嘅食神。食得明智，食得健康，先至是真正懂得享受生活嘅最高境界。